我是在地新闻，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来主持着全国运动会沙堡球场的启用的仪式，针对着行政院的前发言人丁一鸣为这个牛肉面的风波请示落台，侯友宜讲，是毋是有落台，这无重要，因为安尼并无解决着问题。民众对三肉精影响健康的疑虑是完全无来消除。搭离这个三肉精的猪肉进口台湾村一个外话，侯友宜呼吁中央爱提出着完整的配套。北台湾一流的沙堡球场伫棒球国中启用，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开球仪式，佮上场点一个功夫。身高近2米啊！好，罚球得分。在沙滩上运动完全不一样，非常的费力，而且要高度的技巧。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沙滩上跟选手一起比赛。选手做伙为新北市举办的101年全国运动会做宣传。沙堡手球有可能成为2024年奥运正式的项目，有优质的场所会使培育出更较侪人才。另外，侯友宜嘛针对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为了牛肉面事件失职，有提出看法。下台与否其实不是那么样对这个事件的重要性，民众每一个人都担心吃到瘦肉精，所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啦。一个发言人下台，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要解决问题，请来猪不要进来。明年美国猪肉进口台湾这个政策并无改变，中央甲地方恐惊会阁继续对立。